各位常住啊，各位莲友们，各位所有世界各地的念佛同修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利用早上了短短的时间来跟各位大家做一个交流。这一句话我们看了都很敬佩，非常的感动。法照大师所开示的华语是非常好的。法照大师不是普通的大师，他是大师当中的大师，因为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有一天他在五官堂用斋，他的钵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寺庙，一个山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庄严？他从来都没有看过，为什么突然间在他的钵里面这样出现呢？到底是什么道理？他透过这样是来暗示，要提醒我什么道理？他要知道。结果他就问同参道友了，所有师兄弟就问了，说这个地方你见过吗？他们一看说啊，我知道，这个是五台山的竹林寺。结果华照大师一看很感动，有地点了嘛，他就千里迢迢的离开他的道场到五台山来。一到的时候，那个金童玉女啊，就来迎接他。原来里面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正在讲经说法。结果他一进去，文殊菩萨非常的欢喜，说你来了，你已经到了。华照大师也很开心，说那他可以亲眼目睹到文殊菩萨，哇，那真是满心的感恩啊，充满着无限的感动。结果这个时候借用这个因缘，他就请示文殊菩萨说，我们在末法年代用什么方法可以救度众生？用什么方法让众生有希望，有将来可以解脱，可以去道业成就？什么方法？文殊菩萨亲口告诉他，如果离了这个净土法门，没有第二个方法了。净土法门就是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他将他所成就的名号，要让众生可以依靠，可以称念，他就救度你。这个方法简单、容易、方便，所有的众生都有希望。就亲口告诉了法照大师，法照大师满心的欢喜。他说：“好，我谨记在心，在我有生之年一口气尚在人间，我一定好好的将这个念佛法门发扬光大。”你看，这法照大师不是普通的大师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好，他讲了12忤逆至于人12就身口意，身有3种恶。口有4种恶，意念有3种恶，贪嗔痴。那么你这个12忤逆，这个是12罪。你没有遵守做人的道理，你犯下12罪，这已经是很严重了。你忤逆罪是什么？杀父亲、杀母亲、杀阿罗汉、出我生邪，然后破和僧团。你在一个道场扰乱捣蛋，让大家分门分派的搞这些小动作，这叫忤逆大罪。这个罪是绝对堕地狱的。这种12罪忤逆大罪至于人，这种是已经到顶端的了。最笨的人，最愚痴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永劫沉沦在6层。永劫就是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了，几十亿年了。你看，都在永劫，你看根本就没有办法有翻身的余地。沉沦呢，就一直堕落在6层，到了在这个6道轮回啊。在这个6道当中打滚他没有办法翻身，没办法离苦，他就永远都这样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在6道当中这边打转一念称得弥陀号。如果说一个念头，我要原来我称念弥陀，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阿弥陀佛要救我要救度我。他用成就之后的名号，要让众生成念以后，他一定不放弃你，永远要救度你。这个叫一念称得弥陀号。你只要有一个念头，称一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一称念，你看6日洪名，摄大地，一向专称就贯日月。你如果念得弥陀号，自彼还同法性身，你一定到什么？到极乐世界。彼就是西方，我就一定到西方还同法性身，把我本来凡夫的这种
罪业报应身，就业报身能够回过头来变成法性身，就是跟佛一样的。法身是无所不在的，无所不知的，它是神通广大，福报无量，它可以千变万化，就是法性身。那么我们到了西方以后，就能把这一种业报身呢，就回过头来变成佛身，能够接引众生，能够救度六道苦海这些对象。所以各位，你看。这个是华照大师苦口婆心的用他最圆满的智慧讲出这一段话，很精彩的内容，各位对不对啊？让这些造12罪的人、忤逆大罪的人，这一种非常愚痴、没有智慧、没有善根的人，仍然有机会。可因为念佛，他就救度你。所以由此这一句话就证明了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、大愿大力。他的愿力无穷无尽，他的慈悲是广大无边，因为他的名号已经成就了，所以你看他不选择任何对象，只要你肯念，他就救度你。这种造罪造业的人，他永远不放弃，仍然给他这么大的机会，仍然救度他，给他有希望。所以我们看，哎呀，我们原来不了解佛的心到底那个慈悲到什么程度。我们不会去体会，但是经过法照大师简单的几句话，透露出这个佛的悲心是无穷无尽的，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佛永远不舍弃任何一个罪恶的凡夫众生，只要你肯念，你看这种人一念，他照样可以往生。何况在座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希望啊？有希望。好，这一章我们大家互相勉励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